近期，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报道，反映我区在脱贫攻坚、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。报道，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.4%，致富途径多，生活甜又美，讲述了我区农牧民群众依托党的好政策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。报道说，在西藏，随着基础设施逐步提升，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也越来越多。数据显示，2012年至2019年，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697元增加到12951元，年均增长12.4%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由18362元增加到37410元，年均增长10.7%。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栏刊发报道，西藏拉萨曲水县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4季吉祥村迈上小康路。报道从产业兴旺、发展有底气、生活殷实、收入有保障、勤劳致富、目标更长远3个方面，介绍了我区首批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的4季吉祥村。近年来不断探索脱贫增收新模式，依托万亩藏药材种植基地、林木2种繁育基地、有机肥厂、奶牛养殖场、百亩温室大棚等产业，使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，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，实现了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的目标。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正阔步迈上小康路。报道，西藏贡嘎县森布日安置区居民搬离极高海拔，迎来幸福生活。介绍了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，贡嘎县森布日安置区产业建设统筹推进，职业培训有序开展，充分保障了安置区群众长远生计。同时，签约家庭医生定期上门问诊，日常检查和复诊也很方便。孩子们在安置区旁校舍崭新、环境优美的9年一贯制学校快乐学习。西藏通过极高海拔生态搬迁，实现了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的双赢。连日来，人民日报还刊发了西藏灵芝优化基层医疗服务，家门口看病，农牧民点赞。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大踏步前进，医生进村里，健康送到家等报道，反映我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果。报道说，2012年至2019年，西藏卫生技术人员有11313人，增加到20662人，增长82.6%。医疗机构数从104个增加到156个，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10134张增加到17073张，人均预期寿命由68.2岁提升到70.6岁。西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，各族群众健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。